是给表茶，应该是给表茶。智慧老师一定会记仇，我跟你讲。我回去会练。对，一定会练。哎，我们这一集的那个预告要@是地球下欣赏，其中那一条的知名歌曲，大白糖的都会不用给我吃。哎呦，你同地球下欣赏用主语还是用呆子？用没？呆子，你是呆子是不是？脑筋急转弯呆子。对啊，用半模扣一下喏。还怪别人。抢问左方区域总共坐了几位来宾？坐轮班。坐轮班。13，他说双数。13，他对嘞。对，你刚不是说双数？我说左方区域一共坐了几位来宾？然后你说是双数。双位数，对不起，我少了一个位。拍谁？那你本来要团43B 吗？到你台，闹热向下來。今日係你講 TP 嘅。TP 機巴。對啊。TP 機巴，佢係個唔主要嘛。係啊，已經排好嘅啊。唔過今日嘅主題哦，真奇怪呢。緊條路。鬧熱緊條路。哎呀，已經分出五組嘅。誒，唔吹啊，唔吹啊。帥哥美女哈。還有那個美魔女，哎，我記得有切假類，介紹一下切假好冇？好嚟，吹都有切假名啊！誒，太難了吧？紅綠啊，切假介紹落來。好，太高號，好，來了，5、6、7，紅綠嘿，綠嘿，紅綠視覺嘿。哇！干部分。記得幾年前好像小 S 他們有玩過這個紅綠哎，中大的，以後要不要好好修一下這樣的功法？哦，聽一組，沒有魚尾紋，他有抬頭紋，他有法令紋，但是我們沒有魚尾紋。哎，沒有魚尾紋，又對了哦。現在還有，他們是口號沒有換過來一組，你們不是換過？這一組是常勝軍呢。係啊，我根本也緊條喏。哦，這個團體的。之前係金義講。哎，你看至少你嘅主持人緊條喏嘅部分就有些問題。哦，第三組分享，我愛李小龍。係啊。球啊，空龍，唱跳喵啊，唱跳喵。李小龍嘅曲寫都出來。哎，西位，你看哦，上來還一組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哎呀，哎，給阿彌陀佛，我們還要用衝的嗎？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根據那個不一樣的節，它還會有不一樣的唱法。聖誕節會有聖誕節的唱法，係嗎？哦，我有，還有一組親密組，他那個又讓我想到那個你好我好大家攏好。哦，親密組，來，一起介紹一下。祝龍辦好生。哎，還蠻必須就按鈕。再次。好來，超級浪慘。祝龍辦好生，衝愛，好坤，衝技，好教，祝龍辦好生。哇！緊條內啊，知道了。好夠冇夠啊，夾到廣州電視冇夠過啊。唔足啊，根本看下比賽嘅形態啦，吼，贏嘅個組得到獎金1萬元。哇！冇司機拿過哈。啊，你唔好講出來好冇？好了，1萬元了，好，獎金來。因為緊條內比賽就開始了。馬上開始了，來。好，題哦。好了，出題。係選擇題。腦熱大擂台係名聞客家界嘅指標性歌唱選秀節目。請問，下邊3隻選項吼，選項哪一隻係唔錯嘅？T 推主持人總興業，列下改名按照張雅麗。第一推主持人朱慧雲。
有事佬用兵合作主持向前同乐会嘅节目。第三推嘅主持人吉娜是用同花标下两种专辑得到金曲奖第30届嘅行业歌手奖。抢卡牌。啊3，希望那一张係唔錯嘅哦，唔錯嘅哦，唔錯嘅哦，唔錯啊，唔錯哦。阿勇，全部都係3嗎？來，請舉牌，來，搶卡牌哦，卡牌啊，可以哈，手下欣賞冇死好冇？ 3啊！阿勇就恭喜他，其他全部答對嘞！哎，你不是有得過金曲嗎？有啊，我係2019年嘅理所當然嘅總專輯。哦，唔係同化風佢啊？嗯，同化風啊，同化標行，放客，好不好？哦，恭喜他，其他全部得到1分嘞！好，來恭喜。好，聽呢題我下到嘅我們白板上面哈，睇下條前有看到。有。哦。 客家金曲歌后吉娜的唱歌的實力跟體型皆令人欽佩。是參加過歌唱選秀節目《森林之王》，震驚全世界，成為全球客家人嘅傻逼嘅事情。哎呦，被網友封為什麼稱號而聲名大噪？謝謝網友。 2個題目大家不用朝正，那個就是很正常的逢凶一凶，因為它就是一個 mess 我一個提示啊，有4個字，哎，跟一個卡通人物有關係。對，然後也可以吃吧。卡通裡面是沒有吃它啦。對了，好吃。外面是可以吃的。來，我們要倒數嘍，有冇？4、3、2、1，好來，台邊過來哦，台邊過來哦，面包超人，是面包超人，吉娜棒，沒黑啊，跟哈林哥講的哦，海綿寶寶，你那是哪個綿？長綿海底的寶寶嗎？泡芙阿姨，泡芙阿姨，啊，我記得是，那到底是？ 就係泡芙阿姨，哎，可是每次都吉娜棒應該沒分州的。是誰把你取叫？那是哈林哥講的。網友不是網友，不是，因為吉娜棒是吉娜棒是哈林哥講的吧？對，節目上講的，我記得。那泡芙阿姨是網友講的，啊有認真嗎？就是嘴賤的網友。有認真什麼啊？那有可能，他們就是毫無根據的題目。那就製作人認為你就叫泡芙阿姨。沒錯啊，就那兩個意思啊。所以他們就是酸民。還有冇了解嘅部分嘛？羅先生，咁有冇咧？好，下來，那就恭喜青米亮組答對了。雖然我有點不高興，但是謝謝你們啊。下來，至少有個那個外號。但我現在不是泡芙阿姨啊。那你現在叫什麼？名模。我覺得泡芙阿姨會比較好一點。還是名模阿姨？是看過泡芙阿姨嗎？海綿寶寶裡面的泡芙阿姨，你有看過嗎？還沒是那青秋。真的。我會去找一下。我不得不承認。好，下來第3題係選擇題，我卡牌哦。 像睇起來看相片，條前有3種相片，哦，也看自家數據嘅，你不都沒做得。第二樓是否結婚到了後有22年咧，夫妻相處恩愛融洽，妻賢子孝。哎，我看我憶當年曾拍攝反串婚紗照，在古早時期為超前衛之舉。走馬做那麼拗口的題目，請問，哎，3種相片，你不都哪一位形容係羅斯鳳？ 睇自家條件看唔清楚，做得看唔清自家數據嘅吼。有槍呢，哈，真有。睇自家準備好就做得卡牌哦。係，羅哥要 Q 一下嗎？好來哦。知道吧？應該看清楚。看得出來吧？哦1、2、3，3組聽聽啊。哲偉應該知道了。知道啊。那時候我跟他結婚的時候，對，他在啊。你後來很多的那個東施效顰啊，沒有？東施效顰，模仿。青島影控有效應。哎，好高。對。有冇？準備好嗎？好來，1、2、3，選卡牌。1、全部錯唔錯？哦，錯啦。哦，他對嘞哦。第一組係陳水依，還有蔡依芸。對啊。第3組係曾志宇，還有梁淑涵。對啊，我那時候在30年前，哎，算很厲害，懂前衛，很前衛的創舉。怎麼會有這個靈感？你去泰國呀？去泰國呀？那天就是在拍照嘛，林立
摄影，嘿到现在都还有林立。有嘿对啊，都会资助一些艺人。很棒拍照，然后结婚啊什么，他会资助一下。哦然后那一天就是，我想一想，就是男生这样对啊拍，然后这没意要有不义，一样就是我觉得也不来一点不一样。你去找一件新娘礼服给我，嘿嘿，大号的，结果他就真的去找了，再怎么找大号的，我后面还是扣不起。我跳迷了我翻突了。对啊，对啊，因为你太 man 了。但后来还是拍了。其实很棒还不错，挺神奇。然后那一天结婚典礼那一天就摆了一张照片在那个圆山大饭店的前面摆在那里，然后那个很多乡下的那个。乡亲，哎呀，乡亲娘嘅亲戚来哟。哎呦，那罗斯峰的太太用长都很凶。用啥哈？夫妻脸啊哟，用公婆啊，凶啊哟。哎呦，就恭喜哦，全部答对嘞。好，接下来係音樂題，我彈歌嘅團歌嘅哦。好來，彈到歌曲以後咧，請在白板上寫出正確嘅歌名。第一條歌係客家歌嘅，請。請問一下，一條歌係慢演唱嘅，上演係慢演。上演係慢演。王鳳珠老師。看得出來嗎？王鳳珠老師。是嗎？主欣賞嗎？是嗎？要上音跟劉秋很像。確定？我不知道，我覺得聲音很像。真的哈，還有秋華欣賞麥克風拿因為說呢，我也不知道。也係慢演的版本，欣賞彈得出來嗎？秋恩愛嘅學生係王鳳珠。難怪唱到好玩好彈。哎呦，Q 哈雷，你有彈歌的嘛？因為我在小的時候是唱山歌的，然後他們就說我的聲音跟他很像。小的時候，你現在怎麼了？就是老了，走鐘了。我夢主欣賞嗓音清假，這個都還等獎。哎呀，好，搶台子個白板變過來。好嘞，頭髮開，全部答對了哦。呢條歌唔係頭髮歌禿誒？頭髮歌禿，沒有情禿字嘛？哦，頭髮開啊！頭髮開，全部答對了哦，全部得到一分。你唱下來，唱兩條歌誒。有冇客家國歌誒？嚟，唱下唱一下嚟。頭髮開，叫髮哪裡望？阿哥相愛，身上兩三行，一相來曖昧，也有哪裡真？一相來曖昧，相來哪裡從？愛將愛，散了曖昧，救命哪裡放哪裡有？頭髮開，你錯，嘅國歌啦。客家國歌。哦，彈嘅歌誒，恭喜大家全部得分誒。入門歌曲啊？入門嗎？對對，算入門歌。還有什麼入門歌？哦，失戀啊，失戀歌。打扮那什麼？那真是。不是入門嗎？唱歌很含糊誒。沒有，這是另一個門。對，打不開的門。打不開。哦，哎呦，就經常下一題，強用係音樂題哦，強用係客家歌哦，請老師放音樂。哎呦。哦，哎呦，這哪有這樣送分的啦？哎，倆題那做的按鈕。剛剛個題已經算送分題耶，個頭髮個裁判兼球員的怎麼樣？妹啊，哎呦，還有這樣子的。對啊，自己的歌還要自己放。重點是，我感覺大家好像寫不出。有人茫然，有人茫然。哦，可能兩個歌係咩冇按風啊？係啊，哪啲劍總獎要衝要衝，要衝。表演的時候要衝。鳳哥劍總獎都在衝咧，哎呦。後嘛，要不會兩組？要不會沒有兩組？木組按法呀？你的寬帶片來不住。好來。好，搶。亮牌。白板。好來。點過來哦。天高。哎呦。簡單
真的啦，这个东西还要想吗？恐龙偶像他刚一副装模作样，它是空的呢。秋雅欣赏就算了，他还跟着装，就是什么歌啊？秋夏老师是真的应该不知道。英国黑啊，全部答对嘞！文字同意，我在各位，看我来冲来的各位哦，演冲了一号。天空给片，trong sân sâu mong tô an nhiên cố lấy 100年，你海唱夜銀灰夢聽，一個嘅他嘅從一trái一trái嘅太疏離一哭一個記得，給到相當給片，本日共看到安然cố lấy 1000年，天發地發銀灰夢聽，一個嘅他在故一trái一trái嘅笑面容係唔會變得永遠。声音也很迷人哈。对啊，我天公的歌也都清好。真的。对啊，天芒宫。条没有啦。有没有天宫？还有一条天宫。还有一条天宫，哪一条？哎。哦。但我不奢望你会唱，谢谢。好了，我改天把你的歌好好的听一下。真的吗？假的。好啦，下来下一题，请用迄音乐题来条歌的法语歌的哦，哦，抢标音乐。好来。是什么变了？你应该是最懂我的。习惯啊！哎，这一集完全在自肥啊！哎呀，奇怪哎，全部会制作单边的问题吧？才自以为是的爱令迷路了。哎，这首歌录音录的真好哈！真的吗？对啊，那个调音调的很好。调音调的应该不错，哎，个演冲唔低，冲的温用。就 pitch 就调的蛮准的。嘎斯公先冲给发。先冲。他跨年不是有唱过？对。好，哦，你知道是谁了是不是？对啊。大概也有。在我们节目有唱过好多次。清风，他影响下一世代的人。真的。黑嘛？哎，马莎做的好嘛？小好。你们这个红驴鱼，来组好嘛？好嘛。没关系，因为他刚刚也写不出我的歌。请亮牌。亮牌变过来，变了。哎，嘛意思？大变了。下马该变了哦。他自己的歌给懂你们底。哦，唔免爱上叫出题啦，我老豆叫温斯嘞。哦，两条歌诶，全部答对嘞。好了，恭喜啦！两条歌诶，马啥歌诶，太起个题嘛。李秋霞。来，秋霞老师来唱一下，来，好了，请下音乐来。是什么变了？你应该是最懂我的。习惯的怎么不一样了？我要的是不是你要的？在自以为是的爱里迷路了，变了，我应该是最懂你的。为你做的到底哪里错了？平淡的、日常的、腐烂的，每一刻都变得不快乐。怎么我越努力却越失去你？哎，你太快拿下来，你太强拿哈伦，这样被发现对嘴。哎呀，哎，拿哈伦个声音还蛮特殊。发现是对嘴。几家有啦，有冲天冲的啦，有啦。有后堂嘛？有。按油这类狗叔的支持嘛？现场真的还蛮深情的，真的懂深情。对啊，后堂，不要讲话的时候，我觉得都不错。对啊，一讲话就破功。一讲话有另外一种 style。哎，好来，所以才是偶像。下一题来。下了，哎，今行的样片题哦，抢台几卡前了看样片，再进行问题抢答。不过大家看清楚哦，你要跟连问题可能出在任何的细节。等一下，我喊请抢答，你们才可以抢答，好不好？哎，是要抢答是拿牌子对？还有卡牌。好来播影片。就安不条去饮酒嘛，带您去一间有猛男帅哥的店哦。哦，做唔得呢，来结婚呢，大送，但係認真工作學生意呢。好啦，阿夢啊，小姐你工作咁好嘅啦。好啊，好。這陪酒工作喜歡嗎？好喜歡哦！哎呀，一隻工作哦，真健康啊！哦，樣片結束咧。
安永就会出问题嘞哈，要抢答哦，他就会卡牌抢答。好来，第一题，请问样片一开始，别方的抢色的诗写哪3只色？请抢答。去年讲到你好忙提起，讲起无品记，牛甲山啦。现在你要替刘佩轩代班是不是？往期一轮他学牛甲山。那个吃肉力全冲比较有那种很迫切的感觉。别方的抢色的诗写哪3只色？请抢答。哦，有可能会马上。他们的。哦，泽伟啊，我们吗？赵姨吗？赵姨欣赏吗？我记得是逃生门吧？逃生门吗？是吗？来，我们偶像。洗手间。洗手间，可并强色的3只诗。嘿。哎，他对了。洗手间，哎呦。这样你看得到，你已经透过冯世军。可不可以我再播一次，我看一下。哦，洗手间啊，哎，真的嘞，木竹清后呢。哎呦，厉害哦。接下来，没强用我抢他了哈。样片底部度讲到小家一词，点到个人念是介绍，语义也有通哦。呛供出3只汉语词，不管是正念反念，都可以通顺语义的词汇，请抢答。要3个吗？3个。3个。哎，就是正念反念，对，就是你，只有你举。闹念，哎，热闹闹念嘛，闹热闹。哦，这个李秋霞老师应该最厉害。哎呀，哎，大白我很啊，我搞你哎。有冇？秋雅欣赏英国青豆。来，有一发卡牌哦，抢答，有的话抢答。这个题目是讲用3只汉语词，不管张跟音啊，点都够人音，都它语义都有通。好，就像是法铠、法脸、脸罚，哦，了解意思。反正正反，了解意思。開法铠做得嘛？对啊，做对了，一張啊，好，還有3隻。法臉臉罰。法臉臉罰係講嘅啊。講過誒，好啦。欣賞英國青豆啊，你家有講嘛？簡單單槍，讀書。簡單單槍冇強用哦。簡單冇強。誒，喺2隻詩強用嘅阿祖的點都夠。比如講按一節目。鬧熱讀鬧熱。鬧熱鬧好，也係個田松松田，哦，有冇？松田松山山下，誒，創用嘅寫你個下語就冇咧。山啊，山當。咩了解意思？喺2隻強用嘅詞來，李比倫。歡喜喜歡。誒，歡喜喜歡。下聊下。聊下嘿，嗰類咋？喜歌喜。好，睇你。厲害。秋夏先生又要厲害嘛？哎，秋夏老師唔咩特別不斷講咧，那個法铠開法。有啊，大家要講開法铠啊。對啊，應該懂過啊。哈，唔怕。哎呦，就恭喜人哋踢足第一。我上年機會啊。當然。少年人一個機會哈。好，下來下一題。樣片地部度嘅5組個文組，請咪在酒店地部度做乜嘅職位？這個人。哎，這英國嘅文組嘅竹龍版，嘿。竹龍版。你擔任什麼職位？你自己。你是什麼職位？請問一下。你做乜嘅？媽媽桑。媽媽桑，他對嘞。哎呀，恭喜啦！媽媽桑可以嗎？適合的。不會做的啦。沒做講亮版。亮版。賴領班這樣，賴大班。兩班做的了哦。對，他這種當領班可能生意不太好。真的哦。會去捧場。可能會不同市場。對啊。出品冇通用啦哦，親情切嘛哦。對。啊，用就恭喜竹龍班倆題得分咯。下來下一題，樣片地部度給你生理模糊嘅小字，請問佢做乜嘅食嘅衫褲？請卡牌。生意不好的小姐。生理模糊嘅。生意不好的小姐，剛才有另外一個生意不好的小姐啊。有啊，再看100後。龍萱萱啊。哎，強用係竹龍班。可是我自己打這樣。
没关系，他刚刚也自己答啦，没关系啦。我们现在这个单元就自肥了。对啊，你也不一定会答对啊。对啊，我穿的衣服是一件就是扣子的圆领款，没有叫你形容颜色你的 style， 什么颜色的 ？color， 土色的，土色。土色，英國酸臭吧？哦，有嗎？哦，土色臭嗎？酸臭嗎？橘色，它是沙漠的颜色，沙漠的，对，红色哦，应该是我们荧幕的问题啦。其实是穿黄色，你想想，应该有点像星宇这个颜色，比它再淡一点的，再淡一点，再亮一点的颜色，红色，就给酸臭啊，酸臭啦哈，好了，恭喜答对了。好，撒哈雷提示一题。好，你有進行到音樂題咧。哇！強用哦，係彈前奏團歌嘅，第一條歌係漢語歌。好的，老師請下音樂。哦。哎呦，老師還多送3個扣給你們哦，好像哦，很熟啊，這個前奏。聽說哦，劉航祖會欣賞。哦，星宇本來就花瓶啊，你看他。OK， 沒有，他剛剛有答很多。啊，真的哈。我也跟他講說，你看頭前那個攝影機笑就好了。然後翻牌小姐。不止講就好了。好來，準備好嗎？好，請翻牌。好嘞。重音，哦，你看兩條歌正經清風。有趙琪老師下誒，大家好上係蕭雲新創誒。蕭雲新創誒哦，主唱唔錯誒。唔錯。到目前來講，安尼題目目前來講都簡單。算簡單。算鬆題誒。係啊。對啊對啊。重音全部答對咧，你看下來唱兩條歌。好來。讓你變心，只怕來生難再相遇。茫茫銀海裡，愛你情到你，讓愛在你書中留下印。假使有輪迴，不讓你變心，千山萬水也愛心到你，把在你書中給印。讓愛在來世相依。哦，三部曲的之一啦哦。好，那用恭喜太子家全部得分啊。重音、吳彥發，還有平航線。你想唔起來係冇？我都不會咧，主持人是藝人拜託呀。緊條路，係窮啦，唔窮啊，係冇做得冇，所以就緊條路嘛。對，太好上啦。哦，我太好上，咩黑啦咩黑啦。沙下來下一題。哦，下來下一題，強用係行兒歌誒，老師請下前奏。好來。雙人這春天又講，有話想要對你講，唔知通掩通。我咧多一項，敢了有別項，馬文笑目睭講，你我戀花處處紅。好來，哦，太子家下後嘛，看人厲害，幫你拖時間呢。好來，請翻牌來，牌變過來，菜茶果，雜茶細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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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題題組全部答對嘞！哎，菜茶果，哎，誰說的？鍾大說的嗎？你以為是那個啊？天空啊，落水啊呢？唔係哦，麥克風。
没给问题啦，还重大嘅问题。哎呀，自由身的问题啦，哦，哎呀，就叫下来冲两条狗的杂茶，谁买？杂茶谁买来？爱茶嘅良品嫩也加一心，阿妹心肝经常对面三个阿哥是，样板心情紧来紧唔起，去年讲到你好忙提起，讲起无偏激，样加三啦。我也想到，现在你要替林佩萱代班是不是？往心一雷他学佩萱，用大伞啊，讲几毛pinky，用大伞。你唱比较没有说服力耶。哎，我吃到披拳葱比较有那种很迫切的感觉。对啊，今天他怎么没来了？哦，起俩筋膜寒嘞，筋膜寒，事业做很大，那很棒很棒。哎呦，养猪大户，哎呀，就恭喜西族他对了哦。好，下来下一题，空用黑韩语歌的老师，请下前奏。长长的一头发，一头发，一头发，你的四行茶，涂了老散发，面前的一头发，一头发，红色天牛发，天牛发，叭叭叭叭，来，下好嘞哈。好，拍的枪变，哎呦，变够了，哎呦，有冇空样呢？是龅牙，是龅牙，应该是鸡饼茶，应该是鸡饼茶，你头发，哎，你咩啊？你头发我未冲啦，你我未冲啦，哎，前奏没你头发，我没有住在花莲，我都忘记这首歌了。恭喜，应该也鸡饼茶，所以黑杯嘅山猪他对嘞，鸡饼茶，哇，这边欣赏。哎呀，你今天有点落差嘞。嘿啊，哎，我们中大的答错一点都不意外。不能每次都赢啊。哦，真的对啊，我要今天让太多了，有些对手也很强啦。真的哈，我们换个那个题目的感觉。这 Kimiki 真的懂穷，懂穷，还有那个世慧老师的传人一定会要的。他的嫡系弟子有吗？其实他是世慧老师偷生的女儿。有像，有像啊！哦，越来越穷啊！乱讲。好啦，恭喜小杯山猪答对嘞！那冲一下改饼茶。一束光，暖暖的故事，甜甜的情，苦苦的蜜，经过有缘，凉茶给你，花开花下一样不离。人生嘅前後已經冇乜計意，重要嘅係做到世界的計量差，要還兩三年。哦，你们两个完蛋了，世慧老师一定会记仇，我跟你讲。我回去会练。对，一定会练。哎，我们这一集的那个预告要@世慧老师。对，要传给他看。嘿，啊，恭喜黑杯山猪答对嘞，改饼茶。厉害。下来今晚下一题，大家看一下头前的荧幕哈。好来，抢下出3张做的完整24个语义的用字。哪个意思？就会讲24是马嘛，係冇吼？佢可能係馬該馬，有像你帶嘅啊，頭當帶嘅有冇？練馬、點馬。我冇講咁多。哦。你等下講，他這個冇好寫咧哦。我寫3個哦。嘴馬。嘴馬嘛。竹馬。牽馬。和牽。還有馬該馬。還有乜嘅馬？孫青島啦，有可能會應該很快吧？3個，我寫3個啊！啊，寫3個啊！有人寫好咧嘛？啊，寫3隻哦！係啊，我寫3個啊，係啊。好嘛。
干嘛笑得这样的花枝乱颤的啊？哎呀，题组嘅点马，钟大生下到点马，这个在笑。哎，好嘛？这个在欢喜啊。各问题几个？没有个时间。4、3、2、1，好，请翻牌。这我们不确定字对不对？好，我先要解释一下嘛，令马、黑马、松马那个松马松马，哎呦厉害！哎，字对不对？你等他张来讨论，念咩係錯嘅？哦，來查來，祖馬、令馬、牛馬，哎呦，他對哦，好，去把先生誒，價碼喲，價碼，厲害，價碼。你愛個價碼，老婆的意思啦。哦，還有，南回兩個係令馬，哦，令馬他發金，點馬，風馬都錯嘅，哦，你係個恐龍偶像寫的字啦，詩就寫唔出啦，哈。不過你啊，等他上來討論，來，三號兩項一組，點馬，追馬後冇追馬，有啦，哦，追馬懂後，追馬係咪意思？就很口才很厲害。哦，追馬哦，阿勇就出嚟哦。你想一下追馬呀？你笑一下，係嘛？你想一下追馬呀？追馬？也係山馬啊？山馬，追馬哦，清明一組，好嘞，令馬、點馬、追馬。哦，原來追馬很像。追馬錯唔錯？錯啊！錯嗬，啊佢俩隻嘅。松馬，咩酸錯係啊？松馬咩酸錯哈？松馬，啊個恐龍偶像嘅下唔錯師咩酸錯係嘛？哦 ，OK 啊，有就全部答對。恭喜啊！厲害！哎呦，厲害呢！冇想到睇自家緊票咯。哎呀，都要行啊！知道倆算困難呢。目前來講，佢睇下分數也好。哎呀，哦，所以有不超。哦，接下來哦，是我們製作單位最喜歡的了。哦，好。如果各位被輕喜歡呢？哎呦，好了，問。來。腦筋急轉彎題，睇自家注意，請問台灣有最多筆筒的縣市在哪位？羅媽媽嘅偶像，國寶級山歌天后李秋霞先生，自細嘅時節就開始鑽研傳統嘅歌曲都練下，其中那一條嘅知名歌曲，大擺堂咧都會變歌詞。哎呦，用情呆子咁做的，唔同李秋霞先生唱詞，你還寫用情呆子？你有冇？呆子，你是呆子是不是？腦筋急轉彎呆子，對啊，用半模扣一下咯，還怪別人。請問台灣有最多筆筒的縣市在哪位？筆筒，沒錯。腦筋急轉彎嗎？哎，腦筋急轉彎哦。哦，真台筆筒就會差別的呀。北部還是南部？啊？還是中部？北部還是南部？就全台灣啊，沒有分北部、南部、中部，全台灣。它比較靠近南部。對，它是腦筋急轉彎，它比較靠近北部一點。靠近北部。Yeah。基隆。最多筆筒的縣市在哪位耶？筆筒。嘿啊。所以答案龍潭。哪一隻縣市？龍潭的旗。桃園。你沒有睇他跳，你要回答是不是？哦 ，OK， 好。桃園。還有他家後忙搶卡牌，來看題組桃園。桃園。來，桃園。偶像。鵝鑾鼻啊，宜蘭，桃園龍潭。做馬來西亞龍潭就桃園就好了。對啊。那一隻縣市龍潭係旗，大家都被尤兆基老師影響。對啊，他們筆筒嘛。對啊，筆筒。深口嘅答案係桃園市。哦。哎，桃園市，這是一個腦筋急轉彎。因為筆筒就是筆筒，太筆筒。腦筋急轉彎，太筆筒，最多太筆筒嘅地方。筆筒。哎。咩龍潭最多八卦啊？是啊，龍潭喺旗啊，哎，問題那一隻縣市啊，係冇？哦，哎，故說咧，經過統計就對了，桃園的筆筒青斗，你知道嗎？哎，咁樣用，是不是有經過？我們有經過統計嗎？有統計過哦，嘿哦，我們隨便出來。有筆筒最多。哦，我們是有憑有據的哦，桃園係筆筒最多嘅一個地方。好，來恭喜答對的朋友。答對了哦。沙雷，下一題，同樣要用白板寫的哦。
罗妈妈的偶像，国宝级山歌天后李秋霞先生，自小的时间就开始钻研传统的歌曲都练下，其中那一条的知名歌曲，大白堂的都会变歌词。哎呦，这条回答不出来，表示都没有在说看闹热。Emma， 你看第一组还是没有风绿绿绿，对传统的东西比较没有。面见大哈，现在看不到了吧？我还真的没看到。正比级数，你到底你用班兵呀？强模一哈，你都是靠这样看隔壁的同学吗？作弊才得来的。没关系的，等一下。等一下某一听哦。如果答错的话，你就去那边下跪。对啊。那我先跪好了。对啊。等下李秋霞老师会教唔错。教哦。分糖一下，真多剃头的，一条歌曲。好。咩大白糖大白会叫你。准备好吗？我冲唔咗叫我。好了，预备。抢牌。开牌来。点多了。俺的 QQ， 永晴兔子，永晴呆子，哦，兔子，然后呆子，公羊啊，兔啊跟豚胎，永晴呆子咁做的，唔同你手下先生 Q 组，你还写永晴呆子，有冇？呆子，你是呆子是不是？脑筋急转弯呆子，对啊，你想骂妈妈对不对？明明是演歌曲的，嘿啊，手下先生顺好的，你用半毛看一下咯，还怪别人，还怪你，原来尿不准怪马桶歪啊？跟手下先生有问题吗？要酸臭吗？酸臭啦，看在你跟手下先生 Q 组的份上，好不好？哦。你等下真给我狗子了呀！真的抢球啊，欣赏了示范好。好啊，有要做用hand嘛？系啊，做做的。按麦克风不能传呀。Oh my god！ 这边有麦克风。有嘛？有。哦，哎呦 ，echo 崩哎 ，echo， 要开到紧绷啊。对，开到水底。喂哈，水族箱差不多这样。要像桃园笔筒这么多。有嘞 ，echo 有嘞，欣赏有糖豆嘛？喂，一点点的。喂的凌晨卡了喂。喂，火淡掉了。来啊。F 老师 F 啊老师。来，老师麻烦永晴兔子。哎。断了冲嘞你。先有气氛。哦，酝酿一下情绪。但是跟欣赏冲战有两种迷失哦，这种历练。立秋啊，欣赏冲就有那种迷途奇怪，你配音冲唔出有那种感觉。哎呦，唔係嫌球鞋都會衝哦，立球鞋。哦，你這樣得罪其他球鞋。某一天你看你節目嘅青島球鞋，球鞋掌聲鼓勵一下啦。你要多多，你唔會衝啊。什麼球鞋欣賞的示範？是，太棒了，太棒了。糖豆按火糖，各位好，撒下來，下一題係音樂題哦。這個要聽完谷歌小姐，我念歌詞。念睇歌詞以後就做的搶答，開始下卡牌，好，舉牌搶答，好不好？好，哎呦，我們請谷歌小姐念個詞。來，你識呢趟愛谷歌，風流父子，發丹天公該殺，乃黑你蘇紅該自由，熱天南風，你不用重現淚，愛乃天鬆逼。
你还泰国音吗？对啊，买张琼泰国转轮很有既视感哎。对啊，又有泰语的感觉。嘿啊，萨瓦迪卡。又有汇丰，又有吸烟。嘿啊。哎。有人团得出来吗？又有火炉花样的。哇！请抢答。哎呦，好了，来，世军释迦牟尼佛。自由。自由。Misa。哎呀，弹得出来。反正你厉害呢，他最爱 Misa。对。难怪你弹得出来，他对嘞。哎呦，厉害厉害。哎呦，哎，真的很厉害哎。那一扎丝都弹唔出来。因为我请了多2种版本啊，用他们冲2条歌诶，自由。世界，天风过壁，巅峰的世界，就转来看你。哇，你咁唔錯。嘅聲音嘅聲啊，是哦，變 up 嘅，冇像邱雅欣剛剛那個 echo 來鬧到我到錢櫃了嘞，好像在劇院。可以開一個包廂出來，我那這種聲音啊有。恭喜你跟釋迦牟尼佛得到1分。沙雷，大家注意在聽谷歌小姐念歌詞啦。來，定不念內上出戲，看空話 boy 嘅風景。Nike 等4行差，希望數米寸供應。Nike 3行高數下，4年按都撒，湯漏年加共估，高送高下，太價希望下來了。OK， 唐太了啊，可以嗎？等一下，羅哥 Q 再搶答哈，來，好了，請搶答。哦。哪一組？聽組，來。第5組，好了。做龍辦後事。葉公公。葉公公唔錯。來。好嘞。王一涵。一涵。愛到嘅神法。愛到嘅神法，他對嘞，原唱在這哎。難怪你。哎，我剛才跟他爭，我說是韓歌。幸好。來團員懂腔哦，舉數衝的唔敵狗面。哎，在我耳邊唱完，什麼歌不知道。剛才雨涵一口字糖豆的時間。比較自信滿滿。他終於有參與感。他剛說不是，是韓歌。你很可怕哎你。好，來，這個老鼠屎。衝2條歌哎。來到大年更夜的世界，情人人人山頭滅滅個線，洋洋嘅風吹了落滿地，還守着愛的夜。來到大年更夜的世界，情人人人山頭滅滅個線，洋洋嘅風吹了落滿地，還守着愛的好了，好，下來下一題，谷歌小姐繼續念歌詞。喜風狗牛發流浪天又來到，猛沿途綿綿爬松，山體有情 V 空，林天宮牆浪放 V 等 Green 神紅，你高音推燈旋轉 ，Game 喊 U 聽臭。我要啱說嘞。起價啦！哎，怎麼開到台上？3嘛，3號。3嘛。按台場。3號，偶像。演了清風。演了清風嗎？唔錯。來。好來，喂。基本你嘅心。基本你嘅心。基唔出嘅心啊！基唔出嘅心。太緊張，咁咩唔錯嘅講嘅嘛？係中嘅，基唔出嘅心。他對你啦。嚇死！啊！恭喜啦，恭喜！怎麼了？等一下，你又有乜嘅意見？我歌有佢強樣喺演了。
就唔錯咧啊！恭喜啊，這位先生，他對咧，下了新兩條歌誒，謝謝你啊。你嘅形象含起的心跳無算氣，唔知愛用萬相依，訴心思念，希望送本你的笑容，千言萬語，傷傷戚戚，望地下幾代心的寂寞難抑。这个原来的声音是你唱的吗？对，哦，原本迄12個在客家天師台嘅節目底下都表演。這種以前就下一個誒，老瑞君哥下一個詞。哦，恭喜這位先生，沒有語文。好，下來下一題係選擇題。哦。就是我們金曲過後，吉娜演唱過許多膾炙人口嘅韓語嘅作品。不過早期嘅時間，沒是發行過華語嘅專輯。其中那一條歌係佢特別去 KTV 都會點，以避免歌曲被下架。我今天曝光了我的秘密。哦，剛剛你們好像有在裡面討論這個問題。哎，來選擇題哦，哈，有選項的哦。第一，統髮嘅迷戀。2. 伊甸園蘋果，3. 傷心檸檬海，是不是很難？不會啊，應該你就盲猜啊，隨便彈。你覺得3個哪一個跟客家有關係嗎？同客家冇關係，冇關係。你還華語歌哎，羅哥，你有在聽我的問題嗎？是要數1、2、3的嗎？啊？是要搶答對不對？不是，等他，我們時間到了就可以。你們選好了嗎？搶卡牌，搶卡牌，還舉牌，好來，3、2、3，一道3、2，選3的，正確答案是多少？2。有糖，你們是盲猜的，是不是？聲音進口了，我有聽。什麼傷心檸檬還是什麼歌啊？難道有可能衝2種歌哎？哎，哦，所以有伊甸園蘋果，這是華語歌啊。最近有2條歌哎啦，他自家去個 KTV 底部都會發，九州的寬度差不多10公演前給愛。所以你每年如果去訂。我就要去點一次，然後去上廁所或者去拿東西吃。啊，有人點，其實會留。有人點，你就留下了。有點過一次，他就會留啊。來不及，反正他還在啊。哦，到目前10幾年了還在。其他冇點了，他都不下來，我不知道為什麼。那用就來抽一下2條歌。每當人們把它當作故事來說，嘲笑別人犯下的錯，卻都忘了自己也深陷裡頭。誰敢說不怕寂寞？為了思念，誰不曾發愁？寧願逃避，尋找借口。讓我們承認，我們都是難耐寂寞，誠實認真面對自我，面對情感時難免讓人怯懦，這一切都已經回到高雄時，我當評審，他是高中比賽那個聲音。哦，那個意思，你會淘汰我的意思嗎？還是比較稚嫩一點，嫩，還是很好聽的。安子誰啊？你又讓我想起我被淘汰的往事啊！謝謝。難得一首沒有紅的歌，竟然還可以放在錢櫃，放了10年這樣。真的還可以關哎，到底是誰去點的？我好好奇哦。太敢點名哈！哦，伊甸園蘋果了，不要了，給他下架。他家寬都是 sell 愛聽。快傷心檸檬海。哎，搞不好從今天開始就很多人跑。真的哦，真的哦，真的，大家就是去看個抱着看笑話的心情。對啊，看他以前長怎麼樣啊。同你阿妹差唔多了。好嘞。安陽就恭喜兩組答對了啊！耶，團隊的啦哈。沙雷拼音是一題，選擇題。發通田鳳偉偉耶。哦。主持歌，太太細細嘅發通，其中客中嘅節慶發通，跟各地的民情風俗不同，形成了10里無窮風、8里無窮俗嘅體驗文化。請問下輩嘅客中節慶嘅發通，哪一個配對有誤？1. 新竹博山
宝山大中午文化季。第一，苗栗铜锣云火亮节；第三，屏东湾满酱泡神。哦，哎，那一个唔错嘅，那一个唔错，那一集唔错，3集有一集配对不对？哦，新竹宝山有大中午文化季。哦，大东珠嘅啦，係啊。哎，大中午。大中午。大中午文化季。哦，還有苗栗銅鑼嘅雲火亮節，屏東灣滿嘅醬泡神。上醬泡上。有嗎？有嗎？討論一下來。哎，有可能係體點無強用。哎，伊喺屏東灣南咁係有醬泡上。醬泡上。唔係啲台東池上係啊。屏東喺台南嘛，台南。台南啊，嗰鹽水風暴。太起個準備現成那個。好。有冇？到嘞。好來，1、2、3。卡牌。11122。1122，那吃到2題，大家應該是猜的吧？應該猜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說大家唔知吼，因為就同大家介紹下正確嘅答案係2，係因為也係苗栗山茶，就係片3啊吼，雲火亮節，唔係銅鑼，新竹寶山大中午文化季，就是早期我們客家人啊。開墾寶山梯期啊，都那個長夜班的時節前夕啊，那個片的著名就會舉辦那個神明繞境的祈福活動啊，鄉親朋友同諸位開單奉飯，開單，開幾個就都在事後事類啊，繞境啊，跟隨鄉人員啊，鄉親吃食福。倆係新竹寶山的大中午文化季，苗栗3月雲火亮節呢是從2青年都倆哈，難怪唔認得。做皮嘅農閒嘅時節啦，這片嘅居民就會用稻草、稻杆、竹片編織成臭龍，因為龍身呢會插滿祈福的香火，故所呢雲火龍，就發展成繞境平安、祈福辟邪的民俗活動。用稻穗去做。苗栗嗰片正經青島吼，下來第3個屏東嘅綠隊醬泡上。做起六隊嘅，我們客家先民嘛，開墾嘅時節咧，就不會同嘅其他族群械鬥。對。古時候呢，隊起底部咧有瞭望台，受到攻擊的時候呢，就會燃放煙火，有點像狼煙那種感覺。流傳到倆，它就變成六隊體起啊，那個祈福文化活動，大部分都在嘅灣滿嘅片期間。醬泡上哦，這樣用嘅煙。他個向下做隊做到灣南嘅，就變成一個有點像傳統的這種活動，發通在灣滿嘅片期拍。不錯，這個配對有誤的是2苗栗銅鑼，真口嘅答案係苗栗31。係啊，好嘞，永福他哋。下來，還有啊。金行嘅顯測題，請大家看一下熒幕的照片。好的。Annie，台灣青島的 Tiki 都有推出代表地方特色的吉祥物啊，哈，主要作為宣傳觀光、營造在地大使形象的任務。不過倆哈名路當空流傳出來，全台灣哦，清這個吉祥物嘅相片引發關注啊。請問哪一隻吉祥物在客家中？3隻。請看相片。你看倆哈，我們都一化了，有沒有？你就看到給他把手機。哦，對啊。看個手機裡會讀的相片，它清楚。我們這裡不是政論節目嘞，政論節目我看很多人名嘴大師，他們都在那邊一邊查資料。對。好，時間到。好來。好，搶台起個卡牌。舉牌來。來，22222。哦喲。是嗎？對，冇錯，答對嘞。2是什麼吉祥物？第2個係新竹新埔人面用鴨背，人面還有閃數哎，2猜客家中咧啊，第1個在台南北門虱目魚小子，第三個係澎湖嘅吉貝珍珠小童，其實用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人面用鴨背應該係個它的翅膀張開像人臉，不過佢上一本他個印象，沉住中年那樣誒，蝙蝠就
很怪，而且又倒在地这样子，感觉有点，还是他本来是立着就被人家推倒。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去找那个设计的人？哦，这个艺术家，你当初为什么？对啊，某一天有嘛个贴片嘅想法啦。可能他个喺底下发拢喺你讲。嘿，都是同年里嘅制作单位联络一下。可能要这个网友我们可以补充说明，对不对？对。好，来，沙哈雷，容易太这个全部答对嘞。沙雷黑样片题，请大家一样哦。看完影片以后进行举牌抢答。好的。哎，那是我前男友哎，最近好吗？还好啊，要不是你妈，我们现在还在一起。那你现在跟我妈还好？那你现在跟我妈还好？还好。要不是你妈的话，我们现在都还在一起。那他就问他说：“那我妈现在还好？你跟我妈现在还好吗？”哇，怡君演技真的是有待商榷。对啊，怡君演技，他没有演技吧？哦 ，OK。要问的是什么？他给他宽恕了哈。好，我问一下啊，请问这个影片的女主角叫什么名字？观众怎么会知道啦？来摸两天虫呀，这题不算分。好啦，俺正式来问问题喽。想问一下样片底部度，控两牛相同主角，怡君从哪一种餐厅里面走出来？这是什么？我根本不是有手机吗？它可能是中式餐厅啊、美式餐厅啊、意式餐厅啊，还是哪一种传堂底部度行出来？请讲来，我的3号来。不是释迦牟尼佛抢皮摊。意大利面，意大利餐厅哦，意式纯糖黑嘛哈，他堆了意大利。好了，恭喜答对了，意式料理。拜托，演员都在那组了，还答错，真严哦。好，搞不好他们只是去借地方拍而已啊，根本也没注意到，怎么可能花钱？好，沙了，就恭喜你跟释迦牟尼佛了啊！下一题，抢问样片底部度，前男友施云公假使同怡君跟妈妈结婚，就会变成怡君的继父 stepfather。抢问继父嘅行义用板讲啊，请罗哥 Q。哦，继父嘅行义哦。哇哦！也可能立秋啊，立秋啊，是一定不会。来抢答，来。好了。Helso，客厅 ，Helso， 唔客厅，错，来嘞，因为他就，因为他就是 Helso 强诶，好，Helso 系西来咧，乱讲嘅啦，开玩笑啦，后母就 Helso，你说啥好一下 Helso，他对嘞 ，Helso 是继父 ，Helso 是继母。客家话我说我按下个字前面这样了解。哎呀，真的哦，你又好识到嘞，你哈少年人讲，真系都讲贵年哈多。系啊，继父，Helso Helso 就当做其人讲嘅啦。Helso，你讲出上嘅起来啊？有点冇讲，安尼冇上咗。你讲哦，对啦，从细就糖豆。可能就会按到肌肤吧，是叫反过来，肌胸嘛，肌胸啊，朱雄也当到后生讲哦，太阳，咁樣熱就是直譯啊，係嘛？好，好啦，恭喜，好，沙雷下一題，搶問樣片第八度，孔亮偶像同怡君嘅後背有一隻橙色嘅熊嘅，係乜嘅東西？啊？那我注意到橙色的熊啊！好嘞，來請羅哥 Q 啊！搶答！好，哪一組？第一組來。哦，垃圾桶。好，垃圾桶，垃圾桶，答對啦！冇馬甲熊誒，冇係橙色咧。好彩你冇搶到，你比如講油桶。你幹嘛啥？油桶。你的豬隊友說油桶。沒有，他不是豬隊友了。哦 ，OK 啊，你的花瓶隊友。OK， 恭喜題組答對了。恭喜，好嘞。好，沙雷繼續下去又係音樂題咧吼。哎，你唐小康老師演出哦，搶他，你知道答案，你就可以舉牌搶答了，好不好？哈。好，來，小康老師，請聊。秋夏老師，你應該知道吧？你搶有上到，唔過有上冇馬起來。錄音加主任嘞。哦。就
心有余力不足，有时想不，就想不出来。你底部度年过半百，不是挨傻念念。哎呀，董演啊，记恨呢，记恨到现在。好，来，小江老师，请聊。哦，嘛啥？来，还嘛该讲，还唔讲歌名，咩很冲出去梦啊你啊家，梦多啊家跳舞。各本3秒的时间。3+4。18模，他对嘞。哎呦，13响，小3响，13响，我还13姨耶。好啦，跳下来唱2条歌诶，18模。来唱呀。就啊，梦啊你啊家，梦啊家跳床边咯，哎呦，啊家跳床。祝龙办好事，祝你龙办哦。好，恭喜哈！好，接下来下一题，抢吉他老师俊霖老师演奏。好来。没了，怎么听没了？摸呀？韩语歌诶，喊唔出来。嗯，他做起个流行歌诶吧，系冇？吼，算系吧？一条歌诶。老歌。哦。有难哦。没魔术。哎呦，没魔术哦。哦，哎呦，就跟送个速度。弹落去他个主题啦。像 Andy 跟吉他老师再弹一次。秋夏老师，你应该知道吧？哎，有人敌了哦。哎，来文主敌黑吗？轩轩，龙轩轩，轩轩，不，你敌哦。你刚刚是什么？你会文字是不是？对。当哒啦滴哒哒啦啦啦。他对了。你讲错嘞，三下恋情。哎呦。哇。这个好难哦。你是猜的吗？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你讲狗名了呀。对啊。比起细细时间就冲上。对啊。因为陈双雄老师作词曲的呀。哦。哎呀，秋下欣赏了还补充嘞。啊，加糖唔出来啊。加糖唔出来。佢唱有上到，不过有上冇马起来啊，系冇哦。哎呦，恭喜猪肉饭好吃哎。你的听那个录音打出来没？哦。这心有余力不足，有时想不，就想不出来。你底部度年过半百，不是挨傻念念嘞。哎呀，董演啊，记恨呢，记恨到现在。好了，我们跟他为伍了。好，走。听阿雷唱2条歌，三下恋情。心不转，面对面是变最顺，相亲相爱情难分，前世修来好缘分，甘不情所困，又在草野渡，莫怪命上强全村嘞。欣赏 solo， 这个歌就是在秋霞老师，真的，张有给迷死，哎呀，好糖。三年莫说神，切对有味道，真的哦，也强用清香啦哦，出翔，恭喜你个竹龙版啊，青绿会了，甜哦，谢谢莫简单哦，杀了他一题抢你个二胡老师演奏，好可怜，你吹歌。
没了。哎，好像一首台语歌很熟哎。你可能100，我讲唐100吧，也有人唐得出来嘞。哎呦，唐出来，这个100，哎，对嘞。哎呦，你们速度比较慢。嘿，你们要想象一下，老师要拉个速度正常的版本吗？先慢的，先慢的，还不要，还蛮会哈。哎呦，罗哥刚刚偷偷跟我妇儿说，然后讲了歌名，其实有点大声。真的吗？我们都被宝玉老师的二胡声吸引了。哎呦，永远卡牌哦。感觉迄客家本色。客家本色。感觉迄客家本色，你跟感觉迄唔错嘅。你的感觉好差。还有人有 feel 吗？唱卡牌哦。没有。有冇？国民党宠。国民党宠啊。哎，你青蒿冲客家人，过年的时间还冲一条国旗，给你们一点提示哦。好来，逢天不夫库新年，过年走马冲凉。来，第四组，门一开前就滚滚了。哎呀 ，yes， 答对。厉害。罗哥都弹出来了哦。真的，你拉快的，老师。哦哟。有冲，对啊，石头也流行歌可能差唔多。你叫阿雷冲来跳歌，每一块钱就滚来。心跳冰强松慢慢来，太早。穿前世的来，穿前世的来，门一开，千秋滚滚来。哎呦，门一开，千秋滚滚来呀，赞啊！好吉利的一条。邓百成老师以前唱的。啊，你唱的哈，当他上去咧唱林赞英先上去上。还有被展毅老师一样唱，奏起那个邓百成老师。亲奏的给唱。邓百成，真的。费玉清啊，客家费玉清那首。谁莫安江啊，逢天不负苦心人啊，哦，讲也跳也迄。哎，每一块钱就滚滚了。哎呀，喊动多跳，喊动多跳哈。哎呦，经典的歌哎，啊，你看看经典的歌哎，哎呦，恭喜释迦牟尼佛。好，沙雷，大家准备好白板哈。好来，可以哈，头前个荧幕个相片，相片底部读有5个男人，其中一个叫大牛，就是我们的 Lost Phone 罗时丰，还有其他的 CV 的社内好朋友。3人呢，因为感情亲厚，相知相惜，组成了客家五福星。请问俩3盛宴。除了你罗哥之外，南黑 CV 黑马萨写对一位，我们就得1分。哦，但不会有下名的呀，他自家做的可以哈，注意可以哈。怎么有这张照片啊？唔对嘞，他们为了是哪里拿的？新闻有出过这个？哎呦，真的哦。啊，这我们私底下的照片怎么会流出？有人流出去了。哦，夏后忙。稀少客家五福星真的有这个原本4剑客然后后来变5福星了。哦，然后而且还是客家5福星。现在又有7小福了。哦，7小福。对，然后呢，最多要不要10全10美？10全10美。你是喜宴取名是不是？就是7个喜宴取名法。有一个真公国臣，他就喜欢做赏析啦，看高，他就喜欢把大家看在一起这样。陈哥真的亲力会呢。是，他爱喝啦。饱读诗他很有深度的一个，真的，反应也非常的快，出口成章啊！哎，太厉害了！4人的名哎，还写唔出来嘛？啊，上面都有提示啊，他自己做的看一下嘛，嘿嘛？好，时间到嘞，抢卡牌题组。
好，陈国华，陈侯什么？侯昌明、游鸿明、陈国华。哦，答对了，答对了。好，来，第一组。陈国华、游鸿明、曾国成、侯昌明。答对了。好，只有一个曾国成，拍谁？一分。啊，这少一个。游鸿明、陈国华、曾国成，少一个侯昌明。好，3分。哎，这个答对了，哎呦，厉害哦！开始家都有得分了哦，下抽4个名的就是4分哦，一个就会1分了哦。好，真的有客家五福星哦，那真的哈253，哎呦，对，两个多年前呐。哇，这也没有几年，真的应该是6、7年、7、8年，我还没开刀之前呢。6、7年、7、8年，很久以前，好不好？那时候小孩子还小。哦，记得是去昌明家的那个游泳池，他那个大楼吧，就是罗，对名人楼，对，他有旁边游泳池，我们在那边烤肉啊、游泳啊，带小孩子夏天聚会就抽了，非常开心，对对。哦 ，OK，安阳就恭喜太七家都得分了哦。好，沙雷，还一组是选测题哦，选择题哦是有选项的，太七家会卡牌哦哈。各种的国文课本底部度所选入的文言文儿时记趣底部度有共斗，余义同治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渺小为物，必细察其文理，故时有物外之趣。一日见2重斗草间，观之性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呗也。请问作者看到嘛该庞然大物，真不想念呢。大象，第一个，癞蛤蟆，怪诶，第一个，熊诶，啊，第3个，吉娜，什么意思？这送分题吧，就是吉娜。什么？庞然大物，我身边常常站着一个庞然大物。可是我觉得拔山倒树2跟3的选项不是同一个吗？对啊，什么2的选项同一个？你要不要加入小康乐队啊？你去帮他按音效就好了。好嘞。癞蛤蟆应该不算庞然大物嘛？有大的癞蛤蟆哦。有吗？有大的。你没看过电影哦。好，抢太七个卡牌。来。你认真要举2是不是？好 ，OK， 全部都1耶。1，对，是1吗？1哈。我翻错了。你翻错啊？确定啊？确定。好，来。全部答对嘞！盖伊癞蛤蟆也怪耶，以后再出这种题我就不要叫我念。你念才会传神啊！怎么会？对不对？我现在都瘦成这样了。对，安静什么意思？好了，同大家对，回忆一下这段课文哈。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蛤蟆也。蛇一吐而2重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鸦然惊恐。神定捉蛤蟆，鞭数时驱之别院。哦。两下个还有上瘾的课本底部度还有这个课吗？还有这个课？还有这个课。前有啦。头发油啦哈，你有念过吗？有会过。你看有一些年轻人他没有反应哎，表示没有念过。你这些时间有读过？我那年代没有。有啦。有。罗哥有吗？你们2个同年有。罗哥很正经，我念读书。那我真的没读书。好了哈，癞蛤蟆怪诶。好，下来看一题斜板题，抢台七家看荧幕照片。好来，抢问样片底位度，左方区域总共坐了几位来宾？坐人半。坐人半。13。他说双数。13，他对嘞。对，你刚说双数，所以我才猜。你刚说双数哎，你说双数哎。我说左方区域一共坐了几位来宾？然后你说是双数。双位数，对不起，我少了一个位。拍谁？那你本来要团是3V 吗？你最好。抢台起家看荧幕照片。几年前呢，有一位歌手发行一种行业的专辑，这时呢造成了全国的轰动哦，本他家乡亲情感通哦，然后就在各地自发性的设置布条庆贺。请问是马啥发行2种行业的专辑哦，大家做看哦，头前嘅阿妹，哎呦，24枚不得了哦，哎呦，力求小哦，注意2种专辑很强哦。
韩芒糖果其冲韩语国的韩翠果，韩翠果，韩翠果的意思。韩翠果哦，韩翠果。他这个应该还有一些英雄吧？前6年呢？前几年哦。王凤竹吗？本太七个表示为什么客家乡亲会特别感动，可能给他歌迷很多啊。黑吗？好，太七个下后吗？好，写好了没？下后吗？后吗？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你们白板是什么意思？还在发呆啊？啊？还在发呆呢？好，来5、4、3、2、1，抢卡牌。好来，胖咖啡，胖咖啡来。王一恒，他语还给你写错，语还不好撞。杨妹妹，胖咖啡。宇宙的宇，宇宙的宇，他写什么宇？我妹唔错啦，胖咖啡係錯嘅。正確答案，佳慧。而家兩時放嘅轉寫時間要青島哦，各地嘅鄉親朋友，給他國民朋友。廖題啊，他有那個他有 bug 太敢會下一環，佢韓翠果。他韓翠果其實是一個諧音梗。對，韓翠果。所以我們不能怪偶像寫錯，是不是？但是他寫錯他的名字，可以怪一下嘛。所以現在出客家歌的都韓翠歌就對了。啊，韓翠歌，唔是糖果給錯嘅韓翠歌。OK 啊。答案是我們的胖咖啡。恭喜啦！容易哦。下來睇起來這一款哦，樣片哦，影片題一樣要看完影片以後舉牌搶答搶猜的哦。好來，看一下樣片。哦，等一下。手下欣賞哦。這個有點像，現在最近抖音有一個很紅，一個女生，她有裝扮成，她就是個娃娃，然後很會跳。請等一下。韓電影下個。有點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也有點像那個女僕咖啡店。女仆咖啡店，不是禮服，是女仆。聽說在苗栗很多真的很多家。推背油，西門町有哦，西門町有女仆店，東一排骨店的對面。還有另外一間，真的在樓上。對。耶！那這樣大家聊幾天來了？有你名真寬嗎？有來。問乜嘅問題？好，來搶問你好，弟弟。搶問樣片第八度。標題嘅名嘅按咯，5月節特別計劃哪一隻單元？請搶答。有冇？有冇？哎呦，來穩住，搶回答。哪一隻單元？單元嘅名嘅按咯嘛該 ？cosplay 派對。cosplay 派對，唔錯。還是模仿派對？它其實是一個就是很有名的女明星的。女明星很有名的華語歌手的女明星的一個外號。好來，一環，可愛教主。答對。然後我們看一下，可愛教主有看到嗎？西塔台斯下的一個片啊。你看秋雅欣賞就敵了嘛，還猜錯，是不是什麼 cosplay 可愛教主啊？可憐沒人愛的教主。好，下來下一題。搶問樣片第八度，你手下欣賞嘅鞋誒，當空秀的發喺嘛開始。好，請搶答。欣賞這個應該做。欣賞這個記得嗎？佢係按多送，佢特別嚟做夢咁樣，得先買咁樣咧。馬莎先，10位欣賞嗎？也係一環。10位啊。好，來恐龍偶像來。玫瑰花。不是。不是問你花，我是問你顏色。紅色。他對了。好了，我有注意過。這樣。還有注意過。你還印象還留到現在啊？沒有。還有他對了，下來下一題。搶問樣片第八度，電影下嘅舞裙妹妹，總共有幾位穿着白色長襪？總共有幾位穿着白色長襪？來，請搶。隨便答。好，來幾個？4位。4位嗎？幾位穿白色長襪？就剛好4個嘛。對啊。西撒就吃豆貢全部都會，唔錯。唔錯啊。唔錯。哎呦。來幾個？2隻。2隻？2個嗎？對。唔錯。好，來那邊豬肉版。
闪开，根本就乱凑顺序。没有，我们没有乱凑，我们是真的有他对，怎么这么不同？哎，因为第一个闪啥？太去给他看一下。为什么他们是？对啊，因为我有特别注意那个芊芊跳舞，对，真的哎，旁边真的有一个。哎，贤贤也是观察入围哦，对啊，衣服都不规定一下。那车强老师穿裤袜了哈，应该不是长袜。肉色丝袜。肉色丝。对。但您很高，他对了哦，恭喜沙雷。还一题嘿，抢温样片底位度，左方区域总共坐了几位来宾？总共坐了几位？跟大家提示一下，双位数。好。应该是10位嘛，对不对？12，是吗？有按多年吗？10位，没，应该12，等下，14，又是盲猜，盲猜，来啊！好来，那周龙办，13，他说双数，双位数，没有几位来宾，13，他对嘞。对，你刚说双数，所以我才猜。你刚说双数哎，你说双数，我说左方区一共坐了几位来宾？然后你说是双数，所以他才说12、14。我是说10进位啦，对不起，双位数，对不起，我少了一个位，拍谁？那你本来要团是3V吗？怪我就对了，所以我就变14啊。你刚刚有你他对了呀，係嘛？哦，恭喜主兩班，誒，千里歡嚟哦。沙來因為進行嘅你嘅音樂題咧，糖果、菜果。糖豆歌曲以後搶在白板上下出正確嘅歌名哦，寫歌名哦，哈。好，那是請小康老師，請放音樂。哦，放音樂哎呦，這新歌呢？拜拜，兩咩新歌？哦，咩新歌誒？雙拜有嚟唱歌。哎，我搶台詞架卡牌。好嘞。好，拜拜，哦，全部答對嘞。你之前留嘅留洋嘅時間唔係嘅子軒嘛，來是黃子軒嘅歌唱嘛，你張充公啊，羅哥條阿本來講，這是新歌啊，哦，好熟啊，奇怪，哎，睡一覺就忘了，啊，真的吼，馮子賢嘅歌會靠下來衝兩條歌，來。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好快快，心跳嘅浪開，一下就用飯。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好快快，把功來睇書，兩堂你唱兩下可是精彩。哦，馮子賢嘅好，拜拜，恭喜全部答對咧，沙雷進行下一題，請放音樂。好來。两个有人自信满满，亲友痴心哦，哈，还会打 tempo 啊。对啊，他是铁粉啊。哎呀，他是铁粉啊。嗯。好，太极好忙。4、3、2、1，抢卡牌。好嘞。春风有，最后一句，最后一个字，春风有，不是我唱啊。春风有啊，你是有边念边，没边念中间的概念，是不是？哦，好，沙雷，没有余伟文，落地歌。落地生根哦，落地生根是什么概念？就比较有4字成语嘛，比较有画面感。答錯了，可能常吃花生吧。哎，他還怪我說我寫得慢，因為我在記歌詞，一直在背。真確，恭喜你當山豬，他對了，落地歌來自咪曬個生。啊，衝一下嘛。有，向下來衝。家種下，種到了你用遠遠嘅天來紅。開花，
要做伴，可以做一对无的家乡，将自家种下，种到也理想，亲缘家天来风，爱会结子，呼喊放出的世界，结做一生一情将的书生。哎呦，妈个就会唱很厉害。厉害哦！哎呀，董后堂也歌词也写得清楚，米莎词写得清楚。难怪会得到金曲奖。哎，恭喜董跟闪族啦哈，落地生根跟春风谣都不对了啊。好，我想用的硬讲杜峰的闪族。啊，董王的闪族啊。讲起来哎，闪族啊。闪族。我没有说山猪，好不好？哦，好。好的。接下来进行下一题，请放音乐。只怕爱像连天，突然离个心眼，爱眼共有百口出现，爱家庭团圆，都不想争闹。于伟伦，你可以不要再等旁边的答案了吗？爱有做扮演，爱放有太赚钱。好，好，开始个。54。两条歌诶，从安里脑年大路开始当年公演，可以播以来，迄唔係当年公演都會播。几乎啦，几乎都有的，兩條歌上出嚟以後嘛，係嘛吼。大擺當年公演，當年公演都會唱嘅啦。那你話看到藝文從頭衝到尾，哦，但是歌名唔敵，歌名唔敵啦哈。還用槍卡牌。好來，雨涵，來，好，擺。等一下，金毛俠，金毛俠，嘿，來，歡喜台灣夜，來，泰雅軍團夜，快樂歌行夜，泰雅歌行夜。哎，你們真的對不起恰一比行商還有恰美優行商哦，這兩位老師們真的對不起他們了。我跟你講，正確的答案在哪裡？你知道嗎？哪裡？對啊，在這裡。哇，唔錯，羅哥，你回來。會不會沒有一個對？這個不對，這個不對。給唔錯，這個也不對啊。他的歌詞，這個也不對。不是歌詞接龍，好不好？大家。快樂台灣夜。因為兩條歌的親密的時間啊，哎，你配就。快台灣夜。哎呀，快樂台灣夜。唔係快樂，唔係快樂客家夜啊。唔係，係啲台灣人啊，反應唔錯哦。快樂台灣人，哦，蒙言他對咧，兩條歌當然抽蒙言他對咧。我們今天證明一下好不好？我們好好記一下好不好？這首歌叫做《快樂台灣夜》。記得，快樂台灣夜。他嚟衝一下兩條歌誒。雖然公演過完機會來唱一下，唱一下。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呀的咿呀嘿，祝福你每年笑連連，富貴呀樂無邊。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呀的咿呀嘿，祝福你平安數年長，歡喜台灣夜。等一下，老師他們故意就塞一個 bug 哦，真的，哦，你可能不能按哦。歡喜台灣夜，結果給播狗秒的時間上錯開咯，有可能不小心。你們都全部冇衝動，冇衝動快樂誒，哦。難怪唔會寫歡喜台灣。對啊，一下就下後啊。哎，毫無懸念的。真的。答錯。唔怕啦，兩條歌人都快樂台灣夜。好，快樂台灣記得，好，來。下來要進行下一題哦，兩題係夾歌題哦。聽完題目以後，搶在白板上面寫出正確嘅歌詞。哇！
哎，你两条铁条歌的嘿，一条花树根，抢兵音乐，是吗？一条花树根呀，有眼用到底。每种的时候就向下来冲哦。你来自海呀，西沉啊，本来像一心。阿哥送我一条花树根，心一寸千金。送命送面修得起杂事。万古流芳不存情，系嘛？啊，有时候，哎，有时候你搞不好就乱唱就唱对了，哎呀，有想这样。不过两条歌的太起个英国情书，我们都是由简单嘛，但是有的歌因为唱旧的，唱旧啊，大概模式有模。不过一条花树根算嘿，很经典。虽然讲轻奏曲，不过轻逢的哦，轻东人演唱的。魏海山唱的，魏海山唱的哦，也系林子渊老师。林子渊老师写的歌呀。曲瓦情商真的是我们客家的活字典。活字典，嘛该杜迪，很厉害。好了没？好吗？好嘛，好嘛。好了。7、3、2，抢卡牌。我这个不会啊。万古千秋不断情，断情嘛个？万古流芳不变心，万古千秋不断情。哎，只有我们千秋不断情。哎呦！哎，十二先生啊，就俩组唔错呢，其他组全部他错嘞，他对嘞。我在创作哎，你在创作新的。你现在可以随便改人家的歌就对了哦。恭喜西组他对嘞。哎呀，厉害呢！沙雷，我冲一下嘛。好，哎，你调下冲了呀，就腾腾冲啊哈。唐多赢哦，你腾腾冲咩哈不下嘛，嘿冇？好，沙雷两条歌诶，嘿，半夜多天公，请放音乐。好。有冇？我弹歌词啊，就给啲歌词啊。连同下韭菜花。怎样？现在是7言绝句，是不是？想唔到嘛？半夜多天公。创作歌手。哎，哦，看有人写出来用的哦。有哦，哎，做龙班，哎，做龙班后是今天让我跌破眼镜，哈哈，我没有猪队友，真的哦，里面懂强呢，哎，来，请亮牌来，抢卡牌，没有，哎，正经唔敌啦，哎咩唔敌哦，哎呀唔敌啊。Andy 就來結情家 ，Andy 就來結情家 ，Andy 就來結情家。哎，會不會三組答對嘞？好厲害，厲害，真的啊！哦，恭喜恭喜哈！恭喜會不會三組？好，恭喜三組啊！三組，會不會三組？好了，好，沙雷，下一題。这首歌就是我们罗哥的主题曲。我有主题曲。当然，这首歌不是你主题曲吗？是不是？老了，请放音乐。是开始欣赏爵士乐，爱喝红酒，但是不太爱聊天，然后不喜欢过年，记得起好久以前，讨厌想麻烦事情，偶尔会失眠，是不是常常在怀念？快不快乐只在一念之间，杂七杂八的恩怨，一笔勾销的信念，放宽心看待这个世界。是不是老了，路上的妹妹都不看
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再也看不见那人鱼线？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跑个几公里也能叫苦连天？真的是老了老了老了，孩子们总说，哎，总说，孩子们总说。爸给我钱，你怎么知道？总说什么？快点！爸爸，我要钱。微润牙木组最近动态，我没看，你没有，我根本就没看，你这中大了。我创作。好忙，开机啊，好忙，洗澡时听听哦，唱跳来听主。应该黑了。我没有变，我爱水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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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变，孩子们总说我没有变，这合理吗？我觉得合理啊，合理啊。孩子看到他就不老。孩子们说爸我要钱还比较合理吧？哪有空呢？爸我没有钱。游戏组他对了嘞，好来，恭喜答对了。老了都爱碎念了。哎呀，好，沙雷进行样片题，抢答几个，先看影片后进行举牌抢答。好来，请看影片啊。哇哦！哎呀，卖啥？哇，好美天哪，这是 Real Barbie 吧？我那好煞本然注意，我那好煞本然注意。免讲芭比没法脾气，看你想做的彬彬有礼。对，很早就拍好。点点的想做一个天天。还是用哪一种拿电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搭了一个芭比的棚。因为他就是要做。对呀。哇！新宇拿了这次电唱。我自己都忘了换几套哎。哇！好帅嘞！你爱起在微信上的 Barbie 嘅 MV 啊！新专辑的歌曲啦，好看嘛，好看嘛，太请啊，继续支持下去什么太噶？第八度跟主角没请奖啦哈，不是问题，好不好？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星宇了嘛。真的跟芭比一样，这么漂亮啊！哎，没错，沙伦要进行你的题目了。好了，抢问样片第八度，起在微信上总共玩的计生3分，请抢答。我自己忘记。有眼看到吗？哎，黑马啥讲？问题是刚刚只播一半呢。3分。他搞不好你整首歌你是换了10次，啊一半的话你没有，他就是有秀出几套，有秀出几套这样啊。哦，哎，你个恐龙3来，爱团300嘛该300万3，哎，你说3套衣服是不是？错。哎呦，来继续玩马啥？好，这位来，我答错不是很丢脸吗？但你抢答了，哎，凶一下，凶一下。我记得是4套啊，4套，4套。哎，不对，等一下哦，你不要随便相信外面的人的那种。5还6啊，完蛋。那重新去答好吗？5吧。你是被外面那人的表情影响了吗？错。还是你那天换了几套你也忘了？真的换很多，真的换很多。好，哎，是雨涵仙还是竹笼版？好，以后来4套，4套，答对嘞，就我们给样票吗？因为看不太出来，都白的，白色，对啊，是。但是本人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瞎，因为你真给观众都拜上。哦，真的哈，4套，这样你记得啦，记得了。付了多少钱要记得嘛，是不是？哦，好来，这一题他答对了哈。哎，我们的红鲤鱼啊，好难念哦，他对嘞。沙雷抢问样片第8度，歌词总共充了几版 ？Barbie。
请抢答。哎呦，大家开始算。罗哥，等一下 Q 好了，好不好？没关系啊，让他们会的你就举牌，去把牌举。原唱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唱？来，好来几次？9拜，9拜，9拜，唔错。来，2環7拜，7拜，唔錯。哎呀，好來10次，10次，唔錯。來，模擬佛16次，唔錯，你是亂猜的，是不是？他怎麼有點疑惑？唔錯。那沒有魚尾紋，沒有魚尾紋，原唱，原衝。隨便亂猜嗎？好，等下。哎，剛剛9次、10次的都猜了，都不對。對呀，應該是往上，好像是還有前面3的倍數嗎？鐘大聲說3的倍數，14。不止3的倍數就15，不就18？你不要聽鐘大聲，不要聽他的。3的倍數。記得。哎，記得。記得。哇，唱不出來。哲偉哥正在從頭唱，所以我們要等他3分鐘的意思。19，全部答過一輪呢，我要公布答案嘍。總共17拜。哦，也不是3的倍數，不是3的倍數，就3的倍數。剛剛那一段是14次，有總共17拜哦，總共14次。哎，我們恭喜原唱又答錯了啊！沙倫，所以沒有人答對了，沒有人答對哈，大家都盲猜啊，好難哦。還有3的倍數嘞，好可怕。好，沙下來沙下來題嘿。請問樣片第8度10位同心意哪個傳統天花係乜個色？哦，來題。哦，哎呦，誰先啊？來，第5。pink 粉紅色。水紅色嘞。好來，他對了，我們看一下的熒幕啊。冇錯，水紅色嘞。哎呦，好可愛哦，那邊買，等一下誒。好，答對了哦，恭喜哦。好，接下來親密題。請問樣片親密的時節曬衣桿上總共有幾個衣架？靠，衣架怎麼會算得出來啊？請搶答。哎呦，1環呢？你亂猜對不對？亂猜。5套。什麼套啦？衣架哎。5隻。5隻。5隻。對不對？來，唔錯。唔錯，來7隻。唔錯。8隻。唔錯。6。唔錯。哎，那个衣架不是在你前面吗？你觉得要几只？他对了，哇，捡了，哇塞，我的 MV 拍得好好，哎，真的很棒，你们拍过就忘是不是男女主角？哎，对啊，谁会去注意几只衣架？也是啊，对啊，但是他们就是都毫无记忆，我觉得也是很可怕。不是，谁在拍 MV 的时候会去记我？哎，你俩的导演就是大家来找茬嘛，他们刚刚忙着是欣赏自己，有没有？对，快去搞搞呀，快去搞有奖啊，有人导嘛。哦，来沈梦制作单位啦，哎，这年轻用型嘛，哈，真的懂。哎呦，哎，你根本就金头脑的比赛结束了哦。好，要看看谁是金头脑了。累积分数来看一下，红鲤鲤的红鲤鱼、绿鲤鱼，粉孙21分，没有鱼尾纹21分，我爱李小龙21分，释迦牟尼佛25分，亲密组祝龙办后是31分，代表天阳正港的金头脑。要恭喜哦，得到1万元啊！哎呀，恭喜哎，这好高了哈，好高了哈。哎，我觉得还是猜歌比较好玩。对啊，这个金头脑好像比较嘿。金头脑是考我吧？我觉得。对啊，我觉得是在从头到尾在考。我觉得也在考我啊。在考你吗？你还搞错是考我吧？我还要记你的部分，很累。对啊，哈。哦。今日说特别给嘛，要读个希望读个家己啦，哈。咩有到一個傳統嘅知識，有，傳統嘅知識。對啊，不然了解到哦，原來台灣青島比同嘅地方嘅討厭啊！繼父怎麼講？好爽，你好多了啊！歡迎你節目，做乜好多眾多知識？有誒冇誒咩有啦？啊，記得去 KTV 點指奶果啊！傷心檸檬海什麼大家？一個蘋果。
谢谢谢。没有记得一点折尾歌呀。耶，芭比，点得到吗？应该点，还不知道。快了快了，他的歌下架我就会上去。不用等我下架好不好？我马上下来，我马上离开，好不好？为了哲伟哥，谢谢。今天节目结束的啦哈，希望大家看到欢喜。好唱歌的结果就报名哈。给我打电话来，0966676等台给我打电话。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什么大家？多谢，辛苦的特别来宾，谢谢。金头脑朱良曼后生，其他的释迦牟尼佛，我爱李小龙，没有语文，红绿，好难念哦。谢谢。还有什么？你看秋华欣赏了，特别感谢了哦。还有小强老师们哈，谢谢老师们。欣赏，演唱各种演，辛苦了，主持人。好，下礼拜梦记得一天都准时出来的。老年大擂台，老年中华。